Hello，大家好。講起古代嘅女性統治者，你可能會諗到埃及嘅最後一位法老克里奧佩特拉七世， Cleopatra VII. 又或者係中國歷史上唯一獲正式承認嘅女性皇帝武則天。比較熟悉歐洲歷史嘅朋友，可能就會諗到創造咗英格蘭喺近代第一個黃金時期嘅伊麗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又或者係帶領俄羅斯成為歐洲列強之一嘅葉卡捷琳娜大帝。 Екатерина Великая. 以上嘅女性統治者都有清晰嘅文字記載，但喺冇文字記載嘅古文明入面，考古學家又係點樣推斷女性統治者曾經存在？今日同大家嚟到南美洲靠近太平洋嘅秘魯，探究一個有可能會顛覆我哋一直以嚟對古代秘魯女性地位認知嘅新發現。考古學家又係點樣透過遺跡同出土文物推敲過去嘅歷史？如果你對一啲平時未必會留意，但喺佢哋各自嘅領域其實有好重要嘅發現有興趣，歡迎你嚟到你又知唔知？喺呢度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重要，但對一般人嚟講又好似冇乜用嘅發現。有興趣嘅話，不妨訂閱我嘅頻道。莫切文明大約出現喺公元200到900年間，佢哋集中喺秘魯北部海岸嘅幾個山谷。可惜嘅係，佢哋冇任何嘅書面記錄，冇文字，冇銘刻。我哋只可以透過佢哋留低嘅工藝同建築，去探究莫切文明嘅歷史。喺過去，基於有限嘅知識，學者曾經認為莫切係一個統一嘅國家，統治咗北部海岸嘅大片地區。但隨住唔同遺址嘅發掘，我哋加深咗對莫切文明嘅了解。唔同地區嘅莫切社會係工藝風格、圖像，甚至係建築結構都各有不同。有趣嘅係，某啲風格嘅陶器可能嚟自一個河谷嘅某個時段，但就同另一個河谷完全唔同嘅時期有關。莫切人透過同莫切相關嘅主題嚟表明佢哋嘅文化歸屬，但喺藝術風格、建築結構，甚至係唔同神話人物嘅重要性上，就保留咗地域性嘅差異。學者現時認為，莫切文明係由多個獨立嘅政體組成，政治上各自為政，但就共享咗相同嘅宗教信仰、神話、文化習俗同埋藝術符號。莫切文明以佢哋精美嘅陶器、壁畫、宗教儀式同埋壯觀嘅建築聞名。帕納馬卡遺址 Πανιαμάρκα Archaeological Site. 位於秘魯內佩尼亞河谷， Nepeña Valley. 佢係現時莫切文明喺最南端嘅一個遺址。2024年，由美國同埋秘魯組成嘅考古團隊發現咗一個可能會改變我哋對莫切社會性別角色認知嘅重要遺跡。研究人員喺帕納馬卡發掘出一座之前未見過嘅王座室，並將佢命名為莫切想象大廳 Hall of the Mochi Imaginary. 王座嘅正面畫有象徵海洋同夜空嘅圖案，其中描繪咗一位戴住皇冠、手持新月形潑浪鼓嘅女性。王座兩側嘅階梯就畫咗正在紡線嘅婦女。喺旁邊嘅柱上面，畫有一位女子坐喺王座，正與一位鳥人交談。鳥人喺莫切文化入面係常見嘅神秘角色，佢哋通常有人類同埋鳥類嘅特徵，可能係某一種神話人物。王座背後嘅壁畫呈現出嘅場景，就或者可以俾我哋一探莫切文明嘅社會結構。壁畫嘅上層描繪咗一位戴住皇冠、手持權杖嘅女性，喺佢嘅身後跟隨住一隊由男子組成嘅搬運隊伍。而壁畫嘅下層就展現咗一個紡織工坊，反映女性喺當時可能涉及經濟活動。除此之外，王座室仲有其他嘅壁畫同女性領袖有關，包括攞住權杖嘅女性，
同埋頭戴皇冠、手舉高腳杯嘅女性。學術界正討論呢啲女性嘅形象究竟係女王、女神定係女祭司，但壁畫嘅內容清晰展示出女性可能曾經掌握政治同埋宗教嘅權力。加上考古團隊發現王座背部有明顯嘅磨損痕跡，同時喺王座周圍亦都發現咗綠色石珠、紡織線，甚至人類頭髮。呢啲證據表明王座曾經被真實使用過。考古團隊相信王座室嘅壁畫同埋現場嘅證據顯示，王座室係屬於一位女性統治者。如果考古團隊嘅分析得到確立，呢次將會係秘魯考古史上首次發現女性統治者嘅王座室。呢啲發現挑戰咗過去對莫切社會性別角色嘅理解，甚至顛覆咗我哋對古代秘魯女性地位嘅認知。除咗王座室，今季考古團隊嘅另一個新發現就係蛇鞭大廳 Hall of the Braided Serpents。喺大廳入面嘅壁畫出現咗從未喺其他莫切藝術中見過嘅畫像，蛇同人交織嘅神秘圖案。由於大廳坐落喺廣場嘅上方，研究人員推測可能類似現時劇院或者係體育館嘅包廂，供特權階級監察廣場上嘅儀式或者活動。基於遺址嘅脆弱性，現時帕納馬卡嘅壁畫並唔適合旅遊參觀。而考古團隊喺每個考古季節結束嘅時候，亦都會按照文化部嘅規定，對發掘現場進行覆蓋保護。值得慶幸嘅係，帕納馬卡考古景觀研究計劃已經喺2024年嘅6月成為為期5年嘅研究項目。咁即係意味住考古團隊喺未來幾年將會返到去帕納馬卡，進一步探索遺址嘅秘密。隨住更多壁畫同埋遺跡嘅發掘，或者我哋將會得到更清晰嘅線索，去解答莫切文明女性統治者嘅身份。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帕納馬卡嘅考古發現，考古團隊喺2023年推出咗考古發現嘅網站，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影片嘅說明欄揾到網址，深入了解研究成果。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探索呢啲比較少人留意嘅發現，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另外，你有冇一啲想知但未必有人講嘅題材？留言話我知，下集再同你講新發現。